印度而家俾地表溫度飆到去60度，呢個唔係講笑。打紙生雞蛋落馬路，咋一聲就即刻熟咗。受過南亞似大陸，而家就好似一個巨大嘅高壓口上，夾硬要將人熱死。你諗下喺50幾度嘅高溫連續入面，普通老百姓點樣捱全國嘅家庭冷氣普及率得嗰1成？可能有人會問，剩低嗰9成點算？佢哋根本冇得揀，逼到冇辦法，只能夠用最原始嘅古怪偏方，即係將新鮮嘅牛屎塗滿屋企啲牆，甚至連大馬路上面啲車外面都糊上一層厚厚嘅牛屎。印度人覺得咁樣可以降溫，但係大家仔細諗下，喺50度嘅暴曬之下，溫度都仲未高到落嚟，一摸成發酵嘅牛屎味，係咪已經率先將人吸臭死咗？呢啲都未算最魔幻，而家印度嘅地方部門真係無計可施，乾脆將全城交通燈嘅電源全部切斷。你出嘅理由竟然係，如果等老百姓企喺烈日之下等過馬路，咁就等同一重謀殺。連交通燈都唔咁着，呢個機電底子究竟脆弱到咩程度？咁喺呢個年頭氣都覺得辣嘴嘅絕境入面，口口聲聲話要取代中國製造，要帶領印度大國崛起嘅莫迪做緊咩？佢老人家氣定神閒，台冷氣十足嘅辦公室入面連發咗4條推文，教窮苦老百姓點算？核心思想得9字字：多飲水，多休息，少出門。呢個係咪廢話之中嘅極品？窮人為咗揾食去捱苦力，而家隨時可能會中暑冧低，佢竟然叫人多飲水，呢種將冇能當做體貼嘅政治 show，唔單止無視咗底層民眾嘅生死掙扎，更加係直接將印度嗰重紙紮一樣嘅國力同脆弱嘅基建底褲，當住全世界面前摸得乾乾淨淨。呢個到底係一場冇得避嘅天災，定係政客自私自利之下催生嘅人禍？原因就喺呢度，我哋跟住落嚟繼續深話。莫迪老爺只叫老百姓多飲水，呢番話講得幾咁輕鬆。印度嘅飲用水源根本就係出咗名嘅污糟邋遢，普通人去邊度揾乾淨嘅水嚟降溫？佢仲叫大家少出門多休息。但問題係普通人關喺屋企，電把風扇都因為電網崩潰冇辦法住，唔通留喺屋企就唔使食飯咩？可能有人會問，點解印度會一年熱過一年？唔通全部都係氣候變遷嘢咯？呢個其實係徹頭徹尾嘅人禍，係佢哋自己野蠻開發嘅過客心態下，親手挖出嚟嘅無底深淵。根據數據顯示，印度呢幾年為咗搞所謂嘅工業化，唔單止大面積禁越冚濫伐，甚至將原本3到6米深、具有天然調節功能嘅河流，生生挖成唔夠1米半闊嘅炸坑。呢一招自斷後路嘅絕活，直接將大自然自帶嘅冷氣系統徹底打爛。我哋不妨攞台灣地區嚟做個對比。喺台灣，勞動防護同軍隊管理係有硬性氣溫假嘅，一旦氣溫飆到特定嘅臨界點，戶外勞動必須即刻停止。軍隊亦絕對唔容許喺烈日下操練，因為人一旦重度中暑，汗腺唔流汗，體溫瘋狂喺體內積聚，內臟就會好似煮熟嘅雞蛋咁迅速衰竭。黃金搶救時間得嗰30分鐘。台灣嘅制度至少保到命，而莫迪政府除咗發 Twitter X， 根本冇任何保護勞動力嘅切實行動。更加令人啼笑皆非嘅係，印度一直吹噓自己要代替中國成為世界公漢，但事實上，佢哋對中國極具性價比嘅壓縮機搞起咗政治防範。一個擁有14億人口嘅龐大國家，一年竟然只係由中國進口佢一支部壓縮機。喺咁狹義嘅保護主義作祟之下，佢哋自己根本就做唔出足夠嘅冷氣機，基礎設施落後，電網供應長年匱乏。就算有老百姓砸鍋賣鐵裝咗冷氣，都根本承擔唔起嗰啲昂貴嘅電費，更何況電網動不動就全面癱瘓。呢個就係政客為咗盲目嘅民族自尊心，將全體老百姓綁喺火山上面烘烤嘅殘酷現實。當電網喺50度嘅高溫下徹底癱瘓，印度嘅製造業大國夢其實就已經提前宣告破產。可能有人會問，天氣熱頂多令老百姓受苦，點解會動搖國本呢？大家仔細諗下，呢個唔係簡單嘅民生問題，而係一場靜悄悄發生緊嘅金融同經濟大潰敗。根據權威數據統計，預計到2030年，呢種持續惡化嘅極端高溫，將會直接導致印度國內生產總
即係 GDP 暴跌8%，之2.5%到4.5%。大家對呢個數字可能冇咩概念，翻譯成白話即係呢場高溫將會直接令3000萬個工作崗位徹底灰飛煙滅，3000萬人嘅飯碗話碎就碎，背後牽扯住幾多家庭嘅生計。嗰啲日喺國際上鼓吹資本轉移，呢主要將產業連搬去印度嘅跨國巨頭。而家見到呢一幕，心入面估計都涼咗半截。我知嚟呢度投資係想賺錢嘅，唔係嚟陪印度人一齊中暑嘅。一個連交通燈都供唔起電，電網隨時隨地全面崩潰，工人根本冇辦法喺室外正常勞作嘅國家，點可能承接得住高端供應鏈？背後嘅金融邏輯非常殘酷。工業生產一旦因為缺電同極端天氣停擺，國家嘅國民生產力就會出現明顯不可逆轉嘅衰退。緊接住嚟嘅就係國際資本對印度基建底色嘅信心崩塌。當華爾街嘅資金發現呢個所謂嘅替代市場只係一個連冷氣都吹唔上嘅泥潭時，外資嘅瘋狂撤資同資本收割就會無情上演。莫迪政府妄圖用幾條輕飄飄嘅推文嚟掩蓋產業底盤嘅軟肋，但喺冷冰冰嘅經濟數據面前，呢組掩耳盜鈴嘅政治算計，終究要令全體印度老百姓付出失去發會嘅慘痛代價。有人會問，呢種政客脫黐現實、只顧私利嘅草台班子大戲，唔通淨係喺印度上演？大家仔細諗下，放眼全球，評級大國入面嘅政治算計同樣荒誕。我哋將視線由50度嘅南亞火爐拉到大洋彼岸嘅美國，共和黨內部就曾經上演過一場精彩嘅背刺大戲。喺美國眾議院呢一場關鍵投票入面，竟然有4名共和黨議員集體反水，公開投下贊成票，聯手限制特朗普未來對伊朗用兵嘅軍事權力。呢下真係激到特朗普生神仙，直接喺公開場合破口，大罵話呢4個人純粹就係愛出風頭，應該為自己嘅背叛感到羞愧。不過大家仔細諗下，呢4個議員唔通唔知得罪特朗普嘅後果咩？佢哋當然知，但地緣博弈嘅底層邏輯永遠都係政客嘅個人私利。呢4個人面臨晚屆選舉，佢哋能夠清晰咁受到基層選民對捲入中東戰爭嘅厭惡同恐懼，為咗保住自己嘅官帽同選票，佢哋不得不選擇背刺。更加妙嘅係特朗普本人嘅反應，佢一邊大罵自家議員，一邊卻又放風話自己非常渴望可以同伊朗嘅穆傑塔巴姆爾塔布見翻一面，仲套近乎話覺得比自己啱傾。呢個就幾有意思啦！伊朗同洋主權力交接嘅敏感期，隨住葬禮等大事登場，嗰個長期隱居幕後嘅穆傑塔巴罕見咁喺網絡上頻繁公開露面同發布相片，即使佢面臨住極高嘅暗殺風險，但依然選擇喺節骨眼上增加曝光度。講穿咗就係為咗接下來嘅權力寶座進行政治豪賭。你睇，無論係華盛頓國會山入面嘅選票交易，定係中東暗潮洶湧嘅權力交接，呢群基本上嘅頂級玩嘅，表面上意住到意同口號，背地裏算計嘅全部都係自己嘅政治前途。會有人問，喺呢個錯綜複雜嘅棋局入面，普通老百姓到底住啲咩？由印度塗滿牛屎嘅土場，到華盛頓國會山入面嘅選票交易，再到中東隨時降臨嘅暗殺危機，呢3件睇似毫無關係嘅事，其實都向我哋揭示緊一個極其冷酷嘅現實。呢個世界嘅底層邏輯永遠都係冷血嘅叢林法則。喺呢個法則入面，政客可以為咗選票翻雲覆雨，可以打喺冷氣房入面發住啲不痛不癢嘅廢話推文，而大過博熱同氣候災難嘅沉重代價，最終總係由嗰啲最無力反抗嘅底層民仲嚟默默承受。印度呢場50度嘅極端高溫，表面睇係一場天災，實際上卻係一面無比清晰嘅照妖鏡。佢唔單止無情咁敲發咗印度大國崛起嘅虛假繁榮，更加令全世界睇清一個夢幻係工業底盤之錯、冇強大基礎建設兜底嘅國家，喺真正嘅異己面前係幾咁不堪一擊。嗰啲跨國資本試圖用口號堆砌出嚟嘅產業神話，終究擋唔住現實嘅高溫烈焰。謊言可以呃到選民一時，但自然規律同經濟法則絕對唔會陪住政客做戲。潮水退去嘅時候，我哋就會知道邊個喺度裸泳，而而家嘅印度正赤裸裸咁企喺烈日之下被無情隻烤。世界嘅真相往往比劇本更加魔幻。記得點讚關注，我哋下期繼續用最深刻嘅視角睇透呢個名利場背後嘅殘酷底牌。下期見。